来看中华县今年买2万剂配蛇疫苗，一般身份65岁以上的老大人付6000块，就会当做2筒哦。也毋过真侪人去抢无的人是真怨叹。所以县政府即马宣布讲，2日开始开放这老大人来预约2万剂用刷为止。 民众到卫生所免费注配蛇疫苗，因拢是户口伫中华65岁以上的低收入甲中低收入户，日下载人犹原真济。不过一般民众就要登记预约，才会当注到县府补助的疫苗。迄讲拢牙医啊，我是第一次听的啦。少咸啦吼。 中华县今年自购2万剂配蛇疫苗，补助一般65岁以上时代，简单需要自费6000，就当完成2剂注射。不过20开放第1期登记，天麻麻讲到时代伫寒风中到卫生所排队抢名额，互老大人讲强要袂堪折，县府赶紧改规则。 预约时间改为每日下午1点30分开始发放号码牌。如果现场预约额满，将由卫生所填写候补名单。 待低收及中低收名额释出的时候，优先通知。县府表示，2日开始会将剩的4567个互一般民众的名额做一届开放，到满员为止，希望平息民怨。天气遮冷哦，县府安尼改中昼时嘛是着会赞的。你透早回来5、6点，落站就7、8、10个，会太冷的啊。 安尼天气已经较暖和啊。中华县卫生局表示，各乡镇的疫苗配额是照人口比例调整，上济是中华市南西北区的596个，再来是园林市甲和美镇。袂少时代表示，希望县府会当增加补助，互更较侪有需要人会当受惠。公视新闻林建生、杨淑晴、中华报道。